呢一本唔單止係英文文法教程，而係一套完整嘅英語語言結構框架，唔再係零散嘅規則碎片，而係一幅完整嘅語法地圖。呢一本亦唔單止係一本實體筆記，用二維碼連繫多媒體，例句可以發聲，有解釋，仲可以配合影片一齊睇。呢一本唔再係逐點話你知你要咁樣做，而係用系統性思維講清楚點解要咁用，拆解語法嘅底層邏輯。如果你學咗文法好多年，知道點用，但唔知點解要咁用，呢本啱你。如果你準備深入鑽研英文，想喺海量內容入面研到方向，呢本滿足到你。238元，WhatsApp 94370-495訂購，即刻擁有終身學習框架。